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口，科拗口第二条。读口这是读鼻音，嘛有人读做口。这个口就是喙的意思。再来，再分看，像喙这款出入的所在，咱嘛讲口。像讲门骹口、店门口，还有算物件的单位，像讲一口古井，还有一口剑。算一个家庭人数的单位，咱讲一家口。若算户口的单位，咱讲一口罩。另外，为日语来，古早银行的户头，咱讲口座。这日文音读做口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喙口，意思就是喙边，嘛会当讲是出入口。因为讲是无意中讲出来的话，若是喙口话，代表是话母；若封喙口，就是封口，嘛会当讲是封柜、封喙、封罐口。第二个词读做口罩，代表算家庭的单位，嘛会当讲是户、住户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因这口罩的个性拢相像，喙正硬，心肝拢足软心。讲喙口话无歹意，你就唔通见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口，嘛人读做狗，这是鼻音，文音是口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